Hello， 大家好，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個4年1次嘅呢個澳門熱門話題，澳門選舉。咁我最記得咧，2021年嘅9月12號嘅立法會選舉咧，係歷史投票最低嘅。咁啊，嗰日咧就係有18萬嘅選民冇去投票。咁啊，原因其實有幾樣啦。第一樣咧就係啲選民覺得唔方便啦，因為嗰陣時有疫情啦，又要做健康碼啦，交通又唔方便啦，同埋咧有好多時間嘅限制啦，又要翻工啦。咁啊，所以咧就冇去投票咧，就嘛。嗰年咧就係有3個嘅候選人咧係俾政府咧 DQ 咗添，咁所以咧更加有一批嘅選民冇去投票添，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個原因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好多嘅選民咧會覺得就係投咗票同冇投票都改變唔到社會嘅現象，因為咧好多咧即係一啲嘅候選人咧講嘅一啲嘅政綱啊係兌現唔到啊，都係開空頭支票，咁所以咧好多嘅投票嘅選民咧係冇去投票嘅。咁至於今屆2025年嘅9月14號嘅立法會選舉咧，會唔會係有一個嘅選民一個投票率係增加咧？我覺得咧就會有嘅，因為咧睇到咧今年咧即係又呢個開放咗啦，又冇疫情啦，同埋咧就係政府又改革啦，咁啊睇到咧要進步嘅幾個方面咧，就第一啦，嗰個要用多啲嘅電子化 AI 嘅一個系統啦。咁你睇到啦，而家我哋有啲候選人要去參選，佢要係300到500個一個提名票。咁啊，其實咧佢當中咧可以用 AI 咧一啲嘅或者係一戶通嘅平台咧，可以係去做一個嘅登記啦。因為而家咧你都知道啦，一啲係詐騙電話啊，攞佢哋啲名啊、身份證資料啊、簽名咧，去冒充咧一個好大嘅風險喺度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嘅一啲選民咧覺得就係索性就唔俾呢個嘅或者好小心去俾呢個嘅提名票。咁所以咧政府咧應該要係有一個創新改革啦。咁同埋咧就係投票嘅站咧可以係喺9月14號咧可以係定多啲啦，或者同多啲社區啊、學校合作啦，可以係個點啊分佈啲啊方便啲啊，同埋個時間可以係長翻少少啊，有啲可以係翻工放工又可以去投票啦，咁變相咗咧又方便咗啦。咁第3樣嘢咧，最後嗰個咧就係政府真係要有一個好有決心嘅要去改革，即係譬如而家係一個嘅議會入面有33個議員，咁啊有14個係直選議員啦，但係咧有12個咧係間選，7個係委任，咁變相咗咧嗰個開放性同埋透明度冇咁高啊。咁希望咧我哋今屆嘅政府咧可以係破舊立新啦，可以開放多啲嘅議席，俾到多啲嘅年青人啊，或者係一啲嘅志同道合啊，一啲有志者嘅人士咧，可以加入呢個立法會啦，俾多啲聲音俾政府啦，可以係改革啦，可以係社會進步啦。我相信咧，2025年咧係會越嚟越好嘅，我哋一齊努力加油。